其實我哋人真係好奇怪，拍拖嘅時候竟然會有種患得患失嘅感覺，有時會出現驚俾人哋取代，驚自己做得唔夠好，又或者驚對方變心。最近睇咗本書，睇完會有種俾人講中咗又有療癒嘅感覺。呢本為愛彷徨的勇氣用咗阿德勒心理學話俾我哋聽，其實戀愛係需要學習㗎。書入邊提到，即使好瘋狂咁愛對方，但係因為唔知愛嘅方法而不斷咁嗌交，以至於心生怨懟嘅話，戀愛只會結出苦果，就冇辦法令人哋獲得幸福。幸福嘅關鍵從來都唔係被愛，而係學習主動去愛。我哋總係因為驚受傷、被拒絕，而喺愛入邊猶豫退縮。呢本書就教我哋，與其害怕會失去，不如先建立對自己嘅自信，然後勇敢去愛。因為愛一個人就係要有可能受傷嘅勇氣，唯有面對內心嘅恐懼，學習經營愛嘅方法，先可以喺親密關係裏面唔會委屈自己，獲得真正嘅幸福同埋自由。希望大家都揾到自己嘅幸福啦！